为提升垃圾分类甲垃圾减量的成效，避免会当资源回收的佮尽力分化路线。虽然是环保局的清洁队员伫沿路收运垃圾时，拢会无定时进行破地啊检查。今年经过顶半年统计，发现约有15%的分类并无合格，上侪就是纸类甲垃圾蓝做伙蛋。比较常见没有分类好的东西，主要是便当盒。对，因为便当盒里面会有厨余，那可能民众吃完之后觉得不想分类，所以他就整个丢到垃圾车。那其实那个纸容器，便当盒外面那个是纸容器，是可以回收的。那我们希望民众可以把里面的垃圾厨余分完之后，纸容器再交给我们回收车。因为每一档无合格比例拢伫10几%，为了彻底落实垃圾分类，7月份开始，环保局将加强稽查，一旦无按规定，上最将处6000块的罚金，而且社区的专车只要违规3摆，将做出停收的处分。环保局在7月开始会加强这个垃圾强制分类的检查。那我们在检查，就是你的垃圾里面有回收物的话，第一时间我们其实会请您就是先带回去分类，因为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要开罚，我们希望就是这个回收的东西它应该进到回收体系，那不要进到我们的焚化炉。好，那所以我们会请民众先带回去。那假如说真的民众就是非常坚持，态度比较不好的话，那执意要丢到我们垃圾车，我们才会做开罚这个动作。为了垃圾减量，为咱家己的环境，相信不是处罚，接下来好好分类。同时，环保局伫8月嘛确定要伫永康2里试办透明垃圾袋啊，才当等垃圾车的政策，希望彻底落实资源回收。台新闻郭文吉采访报道。